merdeka. Nah, kini dah kita tu kinyam, kita ke jini kita thu lip mà gì xí nè, gì xí bởi bên kết phép cây kết ca khung chỉ đó, kita ke jini kita thu lip biểu cả chấp nhận了. Nah, 2000人前上帝一做了本個人類脱離從咪計那人類到本隨惡塔đó上帝派嘅單隻人那嚟到世界嗰度耶穌基督死世十字架為了贖人類嘅罪惡咪俾佢塔đó即刻變脱離從罪惡嗱人班人即刻得到脱離從罪惡นะ嗱就係啊經節用講即刻啲2哥林多37節人用講即刻啲因為到上帝到靈為咗上帝嘅靈繼續脱離嗱係一心講到咗上帝嘅靈意思係接受耶穌基督係個上帝耶穌基督嘅靈落喺個心中度裏邊喺個心中有靈係個脱離從呢罪惡塔過嘅方面嗱但係還要按照人世間嘅喺度猛脱離從呢罪惡嘅方面也猛脱離從各樣嘅事嘅方面，還要咪計產到之間啊，唔甘人嘅心、不壓嘅心、廢心、驚、受理、種種為產之間，變之間冇脱離從呢個各樣嘅事。嗱，但係你心中都要練意思，你接受上帝，你相信上帝，你要脱離從呢種種嘅節產到之間嘅，因為到呢個約翰福音。36節一樣講到，結果呢係講呢一個上帝帶自己脱離嚟講，自己都真脱離。嗱，即係樣人自己要熱心，真相信上帝，真接受佢，相信佢自己上帝係個救主，自己變脱離從罪惡塔度，脱離從呢五條人良人，脱離鬧人，脱離從呢個廢心。脱離從自己驚，脱離從自己擔心各樣嘅事嚟到自己面前，自己要脱離，但係呢，因為有上帝在自己裏頭，上帝心靈要自己心中裏帶自己脱離，就上帝帶自己脱離，呢個經節講自己啲，自己真脱離，嗱，即係用嘅就謙卑嘅心嚟宣言耶穌基督係個上帝，係個救主，自己脱離其一從罪惡，然後各樣啲世間呢啲產業家嘅物質家唔有脱離嘅，自己變脱離，因為到主大家脱離，阿門。